新台病院感染科医师罗景龙表示，人的体内甲外表拢有真侪细菌，也就是俗称的共生菌。如果抗生素使用时机唔对，颠倒会造成人体来破病。因为抗生素嘛会影响到共生菌，当共生菌减少到一定的程度，就会互歹的细菌来大量生长，而且抗生素不当的使用，嘛会互细菌产生抗药性。通常我们在讲所谓的就是不合适抗生素使用，其实就是当这个人他其实不需要使用抗生素，但是使用抗生素的时候，这时候其实反而会让抗生素去影响到我们肠胃道，因为其实我们身上很多细菌，就除了就是肠子之外，我们表皮都很多细菌。当我们无缘无故使用抗生素，会让这些细菌受到影响，然后他们其实就后续就是因为他们有点像是被霸凌，然后他们就会产生所谓的抗药性的状况。那当抗药性产生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抗药性细菌影响感染到我们身体，其实就会造成后续就是像是会增加死亡率，会增加住院天数，甚至说会增加医疗花费这些状况。医师以感冒为例，其实感冒大部分拢是病毒的感染，抗生素只针对细菌的感染来治疗。为了避免细菌产生抗药性，医师嘛提醒民众，莫主动要求抗生素，莫随便买，莫食别人的抗生素，甲莫随便听药啊，以及遵守医师来使用抗生素。遵守这4不一要的原则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